星人在外面，我們一起逃出去。大家好啊，我係奶仔啊，今日咧我要挑戰用1日時間嚟體驗100種嘅職業 ，Let's go！ 咁究竟呢100種嘅職業可以喺邊度體驗呢？就係呢一個喺深圳佔地66000平方米嘅深圳科學技術館啦，入邊咧分別有4大展廳同埋950項嘅創新展覽項目嘅。而家咧，我哋就喺3樓呢一個美好生活展覽館啦。呢一度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職業咧，俾大家體驗嘅。我先嚟第一個體驗嘅項目咧，就係地技師。This is Captain Nine. This is from Shenzhen to Hong Kong Airport, and the weather is 32 degrees. We may fly Hong Kong, land to Hong Kong about 11 o'clock. Have a nice day. Thank you. 頭先咧就揸完飛機啦，而家咧就揸地鐵啦。你覺得會不會太快？不會的，不會，太慢了，太慢。給一分數，不要太快了，會死掉。OK， 不會死掉。你聽聽你高渣了你，那個乘客上不了車了，飛渣了。揸完火車咧就覺得自己唔係好適合，而家咧就試下揸船啦。係咁嘅，通常咧真正嘅船長咧係唔會揸嘅，落手做係啲細做嘅。啊！頭先經過揸飛機、揸船同揸鐵路咧，都係麻麻地，不如就試下另外一個跑道啦。呢個行業咧要讀好多書嘅，就係醫生啊。你看到我都有 baby 在 inside， 這是我的 baby 啊，已經5個月大啦。原來地球咧係冇適合我嘅職業嘅，不過唔使驚，呢個世界咁大咧，其實除咗地球之外咧，仲有成個宇宙俾我玩嘅。要去宇宙先搭太空船先。唔該，係咪地球嗰啲朋友仔啊？我呢度有啲悶啊，可唔可以嗌啲嘢食？要隻土窯雞，跟住睇下有冇滷水雞腳。我嘅地址係喺金星隔離，係幾耐啊？4年。OK， 等到嘅，冇問題。Later。我們現在都有外星人在外面，我們一起逃出去。睇嚟太空都唔係好適合喎，好地地揸飛船都會遇到外星人，點解會咁？呢一度咧，其實仲有一個巨大嘅球形巨幕咧，可以睇一啲科學電影啦，同埋咧可以感受好多新奇有趣嘅 project 啦，親手操作貨物運輸，同埋走入去呢個1比1嘅奮鬥號體驗下潛啊！嗱，今日我玩咗咁多樣嘢咧，都只不過係呢一個深圳科學技術館嘅九牛一毛嚟嘅啫。咁我覺得咧，呢度1日都玩唔晒嘅。咁所以如果你同埋朋友仔一齊嚟咧，就最好預全日時間啦。咁呢度又有嘢食，又有好多資訊、好多科學嘅知識學。我覺得呢一度係老少咸宜喺深圳嘅一個好好嘅地方。我諗咧，我都係會再嚟嘅。打電話睇下邊個女朋友得閒先。